父女戀咧？O K，即係大過15年以上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父女戀咧，唔得，我要弟弟，我中意弟弟。接唔接受到父女戀啊？即係我接受到喎，我唔得。可能大15年以上5咯。年啫喎。父女戀咧，即係大你15年以上咧，咩都得。哦，你 OK？父女戀咧，即係可能大15年以上咧，男大女，唔係咁好。父女戀你又接唔接受到？都 O K 嘅，出現係 O K 嘅。父女戀咧，即係可能大15年以上。I G 得唔得？得，電話我哋直接 blacklist 啲唔識嘅人。係老人家先加電話啊，而家冇人加電話啊。I G 好少，但係你加唔到佢啊。我有。係咯，我要幫你。有啊，我有啊。哦，好喎，好喎，好喎。但係有 common friend 係點玩先？有 common friend 哇，咁多兩個啫，兩個我都唔識，我要望一望。呢個仲要係女咧，咁啱先睇你係唔係女先。你交換 IG，好，得唔得啊？係呢個。好，你第一個。係啊。哦，幾多 accept 喎？係喎，咁我冇你 accept 埋先。OK。睇下呢個。